我顶个平安。我祝平安。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做伙来祈祷。天堂，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透过灵性成长来小组，阮要来搁较深入来认捌阮所啊伫即个共一个教会生活的一个团契，就是阮的长老教会。透过安尼来知影，就是长老教会安怎透过信仰的反省来追求一个信仰的实践。恳求主你帮咱对伫长老教会的精神，对伫长老教会的简单的历史的了解，甚至伫教会的即个组织的更较深入的了解，帮助阮伫教会会当成做一个真好的同工，会当做伙来追求服侍济济的人，服侍教会。将今仔日用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赏赐圣神的智慧，也互阮会当明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今仔日要来讲长老会啦吼。长老会有真济人对长老会有误解吼。对于名词，咱讲长老教会、长老会即个，甲甚至咱讲的政治立场吼，咱对于即个土地的看法咱有受到真济的误解啦吼。伫前面有讲到咱的长老教会的上顶吼，分而不会即个吼，今仔日来小可会搁伊讲到吼今仔日的资料甲前摆互咱的资料有淡薄仔
无共款诶吼，我就是每一摆小可整理者，搁小可增减啦吼。好，呃，到底什物是长老教会啦吼？有人讲是长老教会，有人讲是长老宗吼。当然，咱咧讲即个宗派吼，伫像讲咱讲着信义宗啦、罗德宗啦，还是即个浸信会啦吼，这是伫宗派顶悬吼。宗派无代表基督教的信仰吼，我爱先安尼讲吼，宗派是对信仰的了解，用无共款的角度伫看，伫思考。我会记阮拄啊读新人院的时阵，教授会甲阮提醒啦吼，无共款的宗派是用无共款的目镜伫看共一个信仰啦吼，所以有无共款的角度，嘛无需要过头坚持，但是咱有家己的即个特殊性吼。长老宗比较甲即个咱一般咧讲诶10月31号咧纪念迄个宗教改革较无直接诶关系啦吼。但是伫迄个后面，宗教改革纪念日是咧纪念马丁路德吼。但是咱长老宗基本上是对加尔文来啦吼。加尔文诶神学最基础诶即个体制吼教制咱就到落尾拢叫做长老宗，或者是咱讲改革宗啦吼，改革宗安尼吼。好，长老教会历史就是咱拄则讲对马丁路德以后的加尔文开始吼，拢伫16世纪，就是1500迄个马丁路德是1517年吼，即个加尔文较慢伫16世纪的较尾了遮吼。咱拢讲叫做新教啦吼，旧教就是咱所知影的即个大公教会，咱甲翻译做天主教啦吼。你若用大公教会去翻译会较正确啦吼。毛紧啊，咱逐个知影，就像咱咧讲的新教，基本上就是对马丁路德以后吼，即个进程，即咱叫做旧教。旧教佫分两个吼，东正教甲西方正教吼。伫加尔文以后，咱就差不多拢叫做改革宗长老教会吼，特别是就是讲加尔文伊所制定的吼，即个体制吼包括着甲罗威尔诺克斯吼建立的苏格兰教会即个也是伫欧洲吼，咱知影伫长老教会有一段时间就离开苏格兰吼，苏格兰了后，因就走去荷兰荷兰了后，就第一只船吼，咱等下去讲着，迄个就五月花吼，去到美国，这叫做清教徒吼。好，长老教会咱讲是伫改革宗内底算是主流啦吼。为什么会讲是主流？马丁路德的改教基本上无脱离天主教戒制吼。恁若阵有机会去到伫路德会，特别是路德会吼，路德会咱若翻译做路德会，伊就是较保守的咱咧讲的信义教会吼。因所依持的礼拜方式嘛是叫做礼仪吼，所以咱知影马丁路德伊本身是想要来脱离天主教，伊是想要做天主教内部的宗教改革，但是伊去用甲赶逐出去吼，所以了后才开始有教会。真正要对迄种主教的体制出来，是对加尔文开始吼，对加尔文开始，特别伊足反对即种圣物宗拜的物件吼所以伫对伊的人的中间有一个叫慈运里吼，伊就本身对伫即讲管风琴啦，对伫即个彩色玻璃啦，对伫迄个十字架啦，等等这物件，伊就足反对，甚至四界去甲原本教会内底有诶这物件，拢甲破坏了吼。
这是大概加尔文的传统，就是完全要脱离做较彻底的改革所以咱会看到讲，伫改革中的两个主流，就是马丁路德伊咧行的神学的特色，甲加尔文其实有足大的无共款无共款的即个加尔文伊就真清楚，就是要来用这个咱讲群体领导伊较用伫群体领导，特别是个另外一个咱叫做代议政治大概是张乐宗改革中发展出来的一个体制这个嘛受到目前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接受称做民主投票的一个方式咱大概知影就是讲，对天主教旧教了后，马丁路德的改革，伊是佫维持天主教的礼仪。然后伫加尔文的内底，就是拢总对体制、对敬拜方式拢总改变了张乐宗真强调这个上帝的主权讲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恩典得救，所以就爱透过圣经的信仰因为咱认为只有圣经是咱信仰的基础信仰的基础咱后壁会去讲到迄个信仰个别的部分咱主张万民皆祭司啦这是一个教会的理念，就是讲，每一个基督徒拢着爱成做一个会通甲上帝直接祈祷来服侍甚至会当成做一个牧师定咧强调着讲，爱成做一个迄个使徒有使命的基督徒领受着呼召去传福音的一个人所以万民皆祭司的概念其实是安尼啦就是咱成做一个服侍者成做一个宣教者这个是嘛是咱伫建堂即中间牧师一直咧甲咱提醒的代志啦所以咱爱伫即个群体中间，每一个人拢成做一个毋是平信徒是一个有呼召有宣教使命的人咱伫制度顶悬，咱会选出即个代替咱管理教会的人连伊后壁我会去讲到体制啦无得确实后礼拜才去讲因为今仔日物件足长啦代议政治的这个制度就对伫加尔文的时代就开始设立但是虽然咱有选出一寡代表来代替咱管理教会，但是呢伫信仰上咱犹原真坚持就是讲，只有基督是教会下头唯一的元首嘛因为安尼的一个信仰基础，咱讲无论你是信义宗、路德宗、长老宗，是浸信会，是这个任何一个教会，咱拢是共一个教会，伫基督的内底，咱就无分，咱就是共一个，是基督的教会所以虽然咱讲无共款的宗派，但是伫信仰上，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啦所以伫长老教会的历史的中间，其实咱有足侪迄种受到分别其实伫基督教教会发展史中间，拢一直有受到压迫伫你若去看历史，每一摆伫教会大复兴，还是信仰的大复兴，拢是伫迄个压迫的中间，福音单讲传人去颠倒较热心、较强烈的即种宣教的使命然后就开始教会就成长安尼所以咱伫前边咧讲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中间，咱有一篇讲到这个分而不毁的象征啦伫我后来的资料中间后壁有小可去讲到我今仔结束的是会甲这个我已经有一寡历史资料小可去
遮吼，我会去互咱新的工具啦吼。好，加尔文伊的全名吼叫做约翰加尔文啊 ，John Calvin 吼，伊是宗教改革较尾期的宗教改革家吼。伊比马丁路德较慢，伊的地位嘛比马丁路德较较无遐尔出名呢啦因为马丁路德算第一个改教成功其实，伫马丁路德进前有足侪宗教改革家但是拢无成功甚至拢去互人甲伊处刑来刣死伫即个伊头前内底足侪啦有一个较有名的，就是捷克的一个宗教改革家叫做 John Hus 约翰胡斯啦伫迄个布拉格广场内底就有一个约翰胡斯的纪念碑有伊的铜像伫迄个所在。你若有机会去到捷克旅游是值得去看边仔有足侪景点查理士角啦，甲迄个。足经典的迄咱讲宇宙钟啦搁有一个13世纪的礼拜堂，拢伫迄块咧真值得去看会当看到真侪真水的古迹甲有真有意义的无偌远嘛有迄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即个咱讲集中营甲迄种乱葬岗真遐有真侪物件值得看啦好。加尔文的地位伫宗教改革地位小可比马丁路德较低咱大概知影。但是对真正的改革中，也是讲张老宗来讲，伊是上重要的人物啦伊是上重要的人物伊有写即个基督教的要义也是即个改教宗派真重要的依据啦就是意思讲，天主教出来以外。路德宗、信义宗，甚至咱讲的英国国教，安地根教派以外，只要讲到改革宗的，基本上就是加尔文影响好，加尔文本身是法国人伊伫迄个日内瓦瑞士的日内瓦建立一个足有影响力的教会的体制所以伊伫即个。1959年创立日内瓦大学培育出足侪的传道者出去外口宣教就影响欧洲真侪安尼伊的思想就伊所写的册啦基督教教义这等等正会拢真做尾这咱讲加尔文主义，也是讲伫改革中的一个基础这个。嘛，伊的著作中间嘛帮助咱对付真侪迄种异端的思想啦上重要是建立足完整，也是讲足好一个教会治理的模式伊的地位其实就有小可亲像伫新约圣经咱讲保罗共款开拓教会、设立教会嘛，设立迄个制度，佮训练足侪工人继续伊的工作安尼加尔文伊本身做的代志也真侪伊嘛有真侪神学的著作嘛有释义影响到咱改革宗教会真深真阔啦咱嘛伫即个继续中间时常咧讲到加尔文对咱的影响啦当然咱知影讲一个新的教会出来，拢会受到传统的教会的压迫，特别是天主教，因是足内聚的教会啦，就是讲伊是基本上是足统治性真强啦所以咱知影伫中古世代定定去听到啥物女巫啦啥物，迄拢是宗教改革者啦你只要一个讲法甲因无共款就会受到因的压迫啦相反伫加尔文主义所影响的教会伫苏格兰、伫英国嘛受到真侪的压迫所以诺克斯嘛好啦，加尔文因都拢伫即个瑞士居尼瓦遮
诶，诺克斯过去伫日内瓦日内瓦了后，伊受到加尔文的影响真深啦吼，伊就搁转去到伫苏格兰吼来来建立教会，当然拢爱得到这个伫政治顶悬的人物来帮衬啦吼，所以咱先讲倒转来跳一个话出来，就是讲。有真侪人会甲你讲吼，教会吼甲信仰拢袂当甲讲政治吼，这是完全的错误吼。我定定咧甲恁提醒，其实含咱要带喙安无拢甲政治有关系啦吼。嘿，亲像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时阵，会当去聚会无，迄嘛甲政治有关系吼。所以，咱无法度去脱离啦吼，因为这个信仰是公众的代志哦吼。政治嘛是公众的代志，所以无法度脱离的吼，这是无法度的。这个咱大家知影啦吼，所以当初时诺克斯因也是讲这个加尔文也是讲马丁路德，因当初时改教会当成功，拢是有政治人物介入去甲因保护吼，咱会记这样代志吼。好，因为这个政治领袖吼，John X 这个伊的帮衬啦吼，互伊的这个教会会当来开拓吼，了后虽然换咱有搁拄着一寡问题吼，嘛伫1560年吼，会当正式来成做一个被承认的教会，甚至变做这个苏格兰的国教吼，苏格兰国教吼。嘛小可佫讲者啦吼，就是伫英国基本上吼，即马对于体制顶悬，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啦吼，但是伊的内部基本上伫早期来讲，苏格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吼，因嘛是佫有即个独立主义吼，咧追求的中间吼，因内底是3个吼分裂的合作伙安尼吼，好。咱知诺克斯伊尾仔就开始来写即个苏格兰的信条吼，组织用即个长老智慧吼，这拢受到加尔文影响，然后开始甲伊正式体制化吼，所以对安尼了后就被称作长老会，也是讲长老宗，咱即摆讲的长老教会安尼啦吼。但是伫沙罗尾伫17世纪开始的时阵，1603年。又搁有这个王吼来压迫啦吼，对，伊可能是天主教的吼，就搁倒转来对这个新教的信徒教会开始来压迫吼，所以就有一群人就挡袂牢来离开吼，1608年吼，这群人就走到伫荷兰吼，这足重要吼，这群人到尾就是影响美国的这群人啦吼。因走去荷兰了后，个荷兰嘛对因无介友善吼，所以因就伫1620年坐船吼来普利茅斯吼来离开，去到伫即个北美洲啦吼，所以咱知影因伫Virginia吼来上岸的时阵就拄着即个冬天吼，迄阵是11月啦吼。因拄着冬天迄阵物件拢无通种嘛，拢西封掉的，因着要枵死安尼吼，是原住民去协助，互因有物件通好食所以咱即摆咧讲的11月上落尾礼拜4感恩节就是咧纪念这吼，这群人真重要，影响美国嘛是即个。即个咱讲全世界公认的感恩节的一个来源啦吼。好，苏格兰的长老宗是伫迄个诺克斯伊过身了后较去互人定位落来啦吼。当然到落尾还佫有一个继承人伫1578年吼，伫迄个所在从即个来做一个真重要的。规则行政的原则就甲伊写做正式的册吼，做规定安尼吼。好咱知影伫马丁路德
改教进前，伫英国基本上因有天主教，搁有迄种圣公会啦吼。啊，圣公会基本上吼，伊毋是一个宗教改革啦吼。啊，咱知影即个圣公会也是讲咱讲英国国教吼，安利根教派吼，伊的起源是啥物货吼？就是因为王的即个婚姻有问题。天主教的教宗甲主教无允准，国王就宣布讲，阮脱离天主教，成立家己的英国的教会。所以伊伫国家内底的教会的主教身份，拢得爱伊任命啦吼。就变做英国的国教，咱讲圣公会安尼吼。所以基本上伊毋是迄种真正的宗教改革啦吼。咱大概知影吼。有诶王就真相信即个吼，即对亨利八世以后吼，就圣公会吼，即个查理一世呢，伊就是安尼。所以伊共款佫开始来即个压迫新教的教会安尼啦吼。但是到落尾吼，就原来有一寡政治顶悬的演来演去啦吼。到1643年吼，废除这主教制吼。圣公会到尾嘛佫恢复吼。即摆圣公会是主教制吼。圣义宗伊嘛有一段时间废除主教制，改做监督，但是即摆嘛佫拢恢复啊吼。我伫美国服侍的时阵，就是拢阮的顶悬拢是主教啦吼。好。了后就是建德宗被允准吼，伫苏格兰也是伫英国来发展安尼吼。咱就大概就知影讲，差不多安尼来即个发展起来安尼吼。加尔文的即个理念就真正伫英国来成做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教会基础吼。了后英伦三岛吼，搁再一度用长老宗做国教安尼啦吼。咱知影差不多全世界的长老宗的发源拢对苏格兰来吼，包括咱台湾的宣教，今年160周年，南部的宣教拢是即个宣教书拢是对苏格兰来吼。好，1842年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教职吼，因就原来伫甲遮的政治吼，拢有一寡来的问题，因就用教会的体制来处理遮的代志吼。所以搁一个讲啦吼，就是讲教会人的信仰团体甲政治是绝对有关系啦吼。所以因伫遐开始就做一寡教会的改革吼。你知影用基督教，还是讲用天主教做国家宗教的即个体制的下面吼，牧师领的社礼毋是对教会来，牧师领的社礼是对政府来，吼，是对政府来吼。比如讲，你若有知影伫德国也好，还是奥地利也好，遮个圣义宗的国教的国家，因的教会的牧者。基本上是领政府内底一个叫做宗教部的薪水啦，所以是牧师是算公务人员啦吼。伫英国伊就发生一段时间，遮个牧师拢放弃无搁领政府的薪水吼。因就开始做教会的改变吼，教会制度的改变了后就是牧者就是属伫教会，无搁再属伫迄个政府的安尼啦吼。好，了后有一个苏格兰的自由教会来建立吼，就是咱台湾基督长教会南部教会的母会啦吼。我会讲南部教会，就是讲咱拄开始的时阵。台湾的基督长教会毋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有南部的大会，北部是马偕设立，大概是伊的宣教的范围内底有北部的大会吼。这个基本上是分开的吼。大概到1951年吼，
才开始有即个合一的总会啦吼。这念呢若有去讲到后壁的历史的时阵，咱大概去小可会讲着安尼吼。好。1844年马偕所属的牛津郡吼，这个嘛是对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传入去的吼，就到伫迄个所在，一直到10几年了后，因就改做加拿大的长老教会吼，当然是这个加拿大长老教会就是差派马偕来台湾宣教的这个教会体制吼。1785年，伊甲其他下3个长老会拢合并起来。咱知影就是讲，早期就是安尼啦，吼，就是讲，我即阵人去开拓的一个所在，阮就成立一个长老教会吼。搁一阵宣教师去，去到即个区域，就成做一个车会，也是讲一个长老教会组织吼。伫加拿大当初是有3个无共款的长老教会。到伫加拿大政治安尼真成熟了后，因3个嘛是因为政治咱讲范围啊，国家的这范围就开始合并吼，成做加拿大长老教会啦吼。所以这就咱就知影所以若安尼来讲，加拿大的长老教会就是咱台湾北部教会的母会吼。所以这是我会甲安尼分的原因是一个因素啦吼。加拿大、美国、英国等等这长老教会就是拢咱知影对苏格兰的移民吼来开拓啦吼。18世纪、19世纪就是咱讲海外宣教足旺的一段时间吼，因为西方教会的成熟甲因对宣教使命的领袖，所以因就足积极来找派宣教师去到伫逐所在较。咱讲较落伍的所在吼，迄阵台湾其实是足落伍的吼，因为台湾第一个西洋的医疗嘛是伫南部吼这个宣教师所带来安尼吼。好，长老教会特色吼，咱讲长老教会就是真清楚，就是用长老在管理啦吼。咱念伊来解释这个物件啦吼。这个英文的字叫做 Presbyterian Church 哈 ，Presbytery 咱叫做长老教会，也是讲用这个字呢，咱甲叫做这个众会安尼吼。好，长老教会就是用长老来治会吼，但是咱对这个长老治会有足侪人有误解吼，拢上传统的这个误解，上标准的误解就是讲吼，是亲像。文博长老啦、莲亭长老啦、嘉耀长老啦，是创隆长老，这个受到会友来选出来，这个长老叫做长老啊。其实毋是吼，伫长老会体制内底啊，这个咱用选票选出来的长老叫做行政的长老吼。咧后壁，我会去继续来讲啦吼。伫咱的体制顶悬是用长老来管理教会，这无毋对，无毋对。因为 Presbytery 这个英语这个字嘛伫长老会内底，这个字被翻译做众会啦所以咱有2个意义啦，一个意义就是讲伫教会内底是长老管理教会，第二个意义就是真真正正咧管理地方教会是伫众会，伫众会所以牧师的职是挂伫迄个众会我伫美国我伫美国无会员会籍啦，阮伫美国的长老教会的牧师，阮无会员的会籍，阮只有牧师籍尔。阮的牧师籍是挂伫众会，所以迄个概念就是讲，牧师是众会派驻伫教会内底，代替众会管理教会。拄则牧师咧讲长老教会是长老管理教会，是安那牧师这念面我才来解说啦好，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讲选出来长老咧管理教会，若安尼牧师就是一个受聘的啦，去互请的就对啦，无有决策权这是完全错误这是完全毋对这是足重
重大的错误啦吼。这是对长老教会的体制甲精神完全无了解，才会安尼讲吼。好，拄则你讲的中会制吼 （Presbytery） 吼，即个物件就是中会的意思吼。啊，中会到底是啥物人？其实中会是一个虚的哦。咱若注意看中会吼，中会比如讲，咱台北中会咧开会，拢啥物人出席？牧师甲代议长老，咱即摆目前代议长老是文福长老，所以牧师甲代议长老去。啊是安怎牧师会去，会当去参加会议？啊，毋是长老管教会吗？吼，拄则咱已经有小可咧讲即个部分啦，吼。好，咱的中会的会议就是牧师、小会议长甲代议长老做伙出席，每一间教会基本上是一对。但是咱台北中会即摆有改变，吼，有改变。大概经常会一年超过400万，你有2个牧师，你就当派2个牧师，派2个代议长老去参加会议，吼。所以代议长老传统上咱拢感觉讲代议长老一个尔，吼，无吼。有一寡较大间的教会，比如讲大长町教会也好，还是讲像英国教会也好，因拢是2位牧师，2个代议长老吼。所以这是咱大概爱小可了解的部分啦吼。好，所以长老会当参加伫中会吼即个会议吼。咱咧讲长老其实有2种啦吼。拄则咧讲的，咱所选票选出来的长老叫做治理的长老、行政的长老啦吼。这是和会中间选出来吼。英语叫做 ruling elder，ruling 就是咧管理吼，咧管理治理的即个长老安尼吼，治理的长老。好，牧师吼，我伫美国，阮牧师中间咧互相称呼吼，阮无咧叫牧师啊，阮咧叫做 teaching elder， 吼，阮叫做教导的长老。咱若倒去看保罗咧写的吼，保罗咧写的，保罗对伫教会体制就足清楚咧交代即个物件吼。牧师是一个教导的长老比如讲，咱若去看到彼得前书，彼得所写的比如讲第6章，伊就讲哈，上款做长老的我来提醒恁。彼得是啥物货？彼得是一个教导甲宣扬，伊是一个使徒，伊称呼家己做长老这就足清楚。牧师是一个教导长老的身份所以长老教会的长老治理教会是啥物人？是牧师甲咱选出来遮个治理长老做伙叫做啥物？叫做小会这咱后壁就佮继续讲到体制这个部分啦吼。所以佮一个强调，伫长老教会内底咧管理教会的长老是有行政的长老，就是咱所会员合会选出来的长老，甲教导的长老就是牧师，做伙组成的小会来管理教会这是地方教会。伫中会呢，就是牧师、小会议长甲代议长老受代表去中会参加议会，所以有组织做伙的时阵，中会才有运作无通常中会是虚的。伫美国长老教会，阮有一个总干事，其实总干事的权比议长的权较大。伊的权对倒位来？毋是伊家己有诶，是议会决定了后，完全委托总干事，完全委托总干事，互伊伫平常时来执行。好，过来有一个代志伊袂当做决定的下面，佫无开中会要安怎？拄则我有写伫即个所在伫遮有中委会所以伫中会内底会去选几个代表的，因差不多1个月开一届会，重要的议题交互中委会来讨论做决定，然后爱倒转来伫中会内底做报告即摆这就愈来愈复杂小可啦小可甲咱讲者，大概互咱了解所以伫体制顶悬，咱搁讲的教导的长老、牧师，甲即个咱咧讲治理的长老做伙来做一个长老团
咱台湾有一个教派，伊无叫做小会吼，就是迄个新生教团，因就是用长老团吼来称呼啦吼，就是咧管理教会安尼吼，来管理教会吼。所以伫地区像地区，就是咱台北中会，也是讲七星中会吼。地区这中会、议会来管理整个地区性的宣教啦、教育啦、训练啦，像我明仔载牧师甲咱的中级就要去大地点教会参加中级训练，这就是中会办理的吼。咱有教会登记啦、教会开设啦、财产啦、牧师的封立啦、就任啦。等等，遮个拢是中会权啦，吼，拢中会权的权柄安尼吼。好，改革宗伫英语叫做 Reform Church 啊，吼。Reform 我感觉改革宗的即个字无正确啦，吼，嘿，因为有人当会甲伊讲吼，reforming 啦，吼。ing 啦吼，都当然教会一直爱有改革有改变性的，但是你一直改变的时阵，你无一个原则要安怎？愈改愈奇怪，愈改愈离开圣经的原则，吼。我比较爱去了解这 Reform Church 这个 Reform 叫做重新塑造啦吼，当然这个你着爱较济解说啦，就是讲重新倒转来伫圣经的原则 reform 吼，这我感觉较下伫原来意思啦吼。对伫旧教天主教改革出来，吼，用圣经做基础，吼，因为天主教拢是用教宗的命令做基础，吼，若教宗偏去，就会出问题安尼吼。所以欧洲有足侪的改革教会，比如讲，特别是对德国以北，差不多拢是信义会、罗德会的教会吼，较济。伫苏格兰这边拢用长老教会，法国嘛有一寡，但是法国基本上用这个这个天主教做主体啦吼。但是有一寡改革宗的教会伫迄个所在吼。改革宗的信仰个别，咱拄则讲着吼，咱前礼拜讲着即个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迄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吼。但是大概是伫信义宗也好啦吼，长老教会也好啦吼，是讲其他的改革宗，咱讲较正统的教会，基本上信仰个别拢用使徒行传、使徒圣经、尼加亚圣经、为书面四德的信仰个别。来做共同的即个信仰个别你若用这做信仰个别的教会，基本上拢是较正派的教会特别使徒圣经在讲到三一上帝，这个是足重要的基础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比较较是在地本土化的一个信仰个别，有无共款的思考其他的国家当然袂用咱这个啦吼，就是安尼吼。咱大概是伫1865年6月开始吼，就是咱咧讲马雅各医生，伊对即个苏格兰来到伫台湾伫台南遐吼，台南遐。伫台南遐吼是伫咱即马大概知影迄个国华街迄附近伊就开一个诊所咧共看病吼，伫遐了后吼，就互人来甲伊抗议，抗议的原因是因为迄个伊的医疗带来真侪人的病受到医好，所以足侪人就来伫教会内底，就无去找迄个咱咧讲的民俗疗法的人，无去听迄个。民间宗教食符创啥货所以因就趁无钱，你知影？所以因就来为马雅各医生因的即个病院也因诊所，了后因就官方当然有出面啦了后因就离开了后就走去高雄高雄咱讲的基后迄个所在伫遐来开拓教会正经第一间教会是伫遐啦了后则倒转来伫台南台南好咱看伊讲
今年吼，就是160周年吼，就是对迄阵啊，1865年到当安尼啦吼。咱北部就是1872年吼，伫马街朴树来开拓，咱教会是1876年吼。敢若在即个马街来淡水的时阵是应该是3月初9吼，我若无记毋对。咱教会是10月初5啦吼，咱教会10月初5吼，所以北部已经超过153周年的历史安尼吼。其实咱台湾160年进前，换哪有教会哦吼，换哪有教会吼。咱知影当初是荷兰统治南平，吼北平大概是西班牙统治啦吼。你就知影讲西班牙甲荷兰，早期因拢是天主教的教会，所以因所带来的信仰甲教会的体制，拢是天主教的体制吼。你若有机会去高雄港、高雄爱河边啊，有一间玫瑰堂吼，伫阮兜附近仔尔吼，伊就是足早期就建立的即个比咱较早吼。就建立的一个教会，是讲咱讲伫屏东吼，屏东遐个天主教会基本上嘛是拢足早，拢几若百年前吼的代志吼。但是因为这个清国来统治台湾一段时间，拢甲遮个教会拢总赶出去安尼吼。大概咱知影这个历史啦吼。甲一直到伫1865年吼，马雅国医生来到伫台湾了后，长老教会才正式进入伫咱台湾吼。伫南部也好，伫北部也好，甲线路尾的南投卫牧师，因伫中部吼。咱大概3个据点吼，3个据点。咱大概长老教会伫台湾，真通去讲，就是讲咱差不多每一个乡镇吼。拢有一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啦吼，所以你会当看讲，大概上早教会拢用地号名来号啦吼，比如咱三峡就叫三峡教会嘛吼，了后第2间伊就袂当叫三峡啊嘛，咱即马三峡有几间长老教会，咱知影无？即马拢总有3间啦吼，长老教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当然咱有开拓一间完美教会。即马就是北大教会吼，你也看伊嘛是用地号名，伊是较特殊伫迄个区域北大吼，所以咱就知影讲，伫大概每一个乡镇吼，你差不多拢有一间教会，那叫英歌教会嘛是70几年前吼，因今年74年啊吼，因就伫迄个所在来建立，就号英歌吼，安尼共款即个意思安尼吼，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当讲是差不多逐个乡镇、甲山顶、甲竹庄开，嘛拢阁有拢有教会啦吼。咱知影这个是1600几年的时阵，荷兰就已经差不多伫台南吼，福音就已经来啊吼。了后才伫这个清国的时代，才甲这个宣教师拢赶倒转去安尼吼，咱来1865年了后就开始建立着长老教会咱知影早期的宣教师用医疗用这个真热诚的宣教吼就开拓真济的教会吼这个咱也看到中部吼有这个中基吼咱台位牧师因爸仔囝安尼吼所以北平是较慢吼，第2慢啦吼。南平是1865，是孙马雅各牧师是咧，马雅各牧师。北平是马街吼1872年吼然后是中部较慢小看吼。这3个据点咱大概拢有病院啦吼。上头去先的就是咱讲的新校病院。过来马街病院，然后是中华基督教病院安尼吼。这3个病院，即马伫台湾内底，伫即个医疗内底，伫宣教内底，拢足重要吼，拢足重要。你像讲，若简单来讲迄个中华基督教病院吼，
中华基督教病院医生吼，人咧讲吼，伫即个西门这边有这个妈祖经吼，另外这个这个男医生吼，伊甲伊当做甲民间宗教迄个地位共款重要吼，这对因来讲就是一个用医疗宣告一个真好的一个见证安尼啦吼，剩的后壁的物件，可能后礼拜咱才讲吼，已经来用真侪时间啦吼，大概就是今年的咱的基督会宣告，伫最近吼6月15号，要伫凤山的运动场来庆祝160周年吼，咱的罗总统也会去参加啦吼，这嘛是咱一个纪念，嘛是提醒咱家己啦吼，伫160年了后，咱到底要去创啥货吼？嘛共款就是讲，我无属于伫咧提醒咱礼拜2去了，咱到底要做啥物货吼？这礼拜我伫招报后壁，我嘛有写一篇较严格的一个提醒吼，就是讲咱真正爱足被提醒，足谦卑来领受上帝互咱的呼召来回应伊的呼召，而且是思考教会上大的利益吼，甲个人的利益放一边啦吼。咱即摆足努力的，就是咧做一项代志，就是将咱的资源拢总摕来教会使用，这足重要吼。咱才有法度完成这个足困难的工作安尼啦吼。咱嘛是伫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展历史内底一个足重要的吼，一个点啦吼。总会今年160周年，咱已经149，吼，所以咱足重要，吼，咱足重要是咧提醒咱，袂当忽略上帝互咱的呼召，毋是讲我足厉害咱无啦吼，所以咱真正爱足谦卑，足谨慎，吼，愿主帮助咱安尼啦吼。好，讲到一半安尼，有啥物问题要问的无？牧师，我加油。是，可以请教一下，就是在长老中的信仰告白当中，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使徒信经，那有时候会用尼西亚信经，然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但是韦斯敏斯德的信仰告白是不是因为它比较长，然后不容易应用，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在我们在那个等于说，我们的整个像我已经是当基督徒当那么久，事实上我没有真正的把它看完过，或是怎么样，然后应用上也蛮少的。那牧师在对这一部分有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再多一些教导的？韦斯敏斯德的信仰告白哈，要用很多时间来解释啊哈，它真的是就是比较长啊。那我们觉得说，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哈，我有一篇报告就是专门要写这个的报告真正是热等的就歹去了解了哈。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现在用很短的话去把它形容出来了哈。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在英国韦斯敏斯德，其实那个翻译也不是很好了哈，那个叫做 Westminster， 这个英文我们就很熟了啦Westminster 的就是在英国的一个会议里面，为了要针对当时候的一些异端提出来的一些信仰告白，来让教会能够去面对这样的奇怪的学说、奇怪的论述，去做一些对抗。基本上信仰告白都是这样的目的啦。韦斯敏斯德就比较坦白讲，真的是我在信义会也很少读，几乎我读过1次还2次而已在美国信义会的时候。那在我们的圣诗里面，反而有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也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它就比较短，那这样我们用来做信仰告白的这一些作品，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再回来肯定那个三一上帝的信仰
在我们在用那样的信仰告白的时候，是在帮助我们再去更多的了解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少人去用韦斯敏斯特，因为它的篇幅跟形式上比较没有信仰告白的那种 model 的形式，那就是太长了，所以你若要读起来，比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加足长啦嘿，歹势，我连讲才用一个机会专门来讲韦斯敏斯特，啊，不过我足惊大家会拄久去谢谢牧师。还有没有？牧师，我请教一个问题这一开始讲，长老会是用选出长老做代议制度来共同治理教会嘛，对吧？不是。所以，算出来长老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他跟牧师一起，因为牧师是教导的长老。是。嘿。所以一开始的时阵，这个选举是选长老尔，无选执事，是不是？有啊。嘛是包括执事。对。嘿。好。咱若准去看使徒行传内底，因为使徒伫遐咧传福音，教会内底有足侪杂事，包括讲聚会了后因爱食饭，什么人要食偌济，要安怎分，使徒无时间无迄个精神去管理遮的，所以就选出7个执事。这7个执事中间，其中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殉道师，司提反，这7个执事是咧管理教会遮的行政事务，遮的物件。有伫长老应该是讲安尼也会用长老来管理教会，是因为长老无论是选出来的长老都要被按立，牧师也要被按立，只是没有被按立，所以他们有被授予一个管理权在身上。这是制度顶悬的，无共款安尼。所以这个代议制度的选举，就是包括选长老甲执事。对。是。好，了解。是的，我应该更加清楚来讲，真正的代议只有选长老，和会有选出执事，是因为教会有行政管理的需求。真正的能够成为代议，你像讲咱我们有代议长老，没有代议执事。是。执事不能受推派到中会去开会，安尼了解无？了解，谢谢。还有无？顺续题外话讲啦，就是讲，咱知影就是讲，长老受选出了后爱被按立嘛，长老的按立是家己教会牧师，还是讲小会议长按立就会使。但是牧师的按立，我拄则讲，牧师的职是放伫中会，所以牧师的按立爱是中会议长来按立，这不一样的OK， 然后。只要被按立的，比如说有哪一天，我已经离开教会了，没有在教会牧会了，我是不是牧师？是啊，因为我被按立，我就一辈子有这样的一个职称呼召。长老呢？长老被按立了后，比如讲咱讲连长长老啦、红苗长老啦、李长老，他们去年退任了，那我们现在会叫他王连丁弟兄吗？无，伫长老教会内底，他们还是长老，因被按立
这个呼召跟职称就是一辈子的。好，好，啊，即话讲倒转来，伫差不多20年前，有一寡牧师，因为迄阵啊拄啊开始制定牧师迄个退场机制，规定70岁牧师就要强迫退休，赶快长老也70岁就要退休，退任这样子。那后来就发明了一个制度上的名词，叫做名誉牧师、名誉长老。他们讲，用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那照体制来讲，我被按立了，我一世人就是牧师的职分啊嘛，我无需要搁用一个名誉牧师。了解我要讲的物件无？那是多余的，那是多余的。当然，当时候要制定这样退休制度，有一些阻力所以加用这个名誉制度来互因这退场机制的来大概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过了嘛，差不多照我了解，已经无人搁去封这个名誉牧师或是名誉长老的了。对。所以像有一寡教会，搁有一寡年岁较侪的名誉牧师或是名誉长老，那个都是在那个时期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好，安尼了解好。好后礼拜我就会讲较侪伫咱的体制顶悬历史的物件，我就会挑几个比较重要的我会讲一下，比如说，特别是在长老教会总会第一次是怎么样起来的，我大概会讲一下。几个较重要，比如讲贝加运动啦等等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历史点，我小可讲一下，其他的文字上让大家自己来看就好了，安尼。我再来就会讲比较多在体制上我们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总会做什么，中会做什么，会员合会做什么，小会做什么，长执会做什么，大概这我想对咱来讲了解，这个更较重要啦头前是对咱长老教会体制的了解，制度的了解安尼好，还有无？若无，就要来结束。咱请连庭长来带咱祈祷。咱三甲来感谢，主，阮感谢你，伫这暗时，阮会当过一遍自执，通过牧师真好的教导，互阮会当更较清楚长老教会的来源，甲一寡制度，甲信仰一寡提醒。阮感谢你，由你伫这阮伫个建堂的过程当中，更较需要更较认拜上帝你，更较需要为着福音三甲来拍拼。就是继续是阮带领，赐予我每一个小弟仔儿，会当真正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会当好好保守家己的身体，会当继续为着圣会三甲来拍拼。阮即句要散会，由你互阮有真好的困眠，会当明仔有够野的精神甲体力，继续来奔走人生的道路。四线进前，安尼密情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谢谢。多谢牧师。